伤大力啦！我拢已经讲我毋是挑工的啊，你搁安尼对待我，你实在是真超过。台语剧场，大豆公和妈祖婆。最近的天气好奇怪，有时候突然下雨好多天，有时候又是大太阳，变得好热。因为最近是春天，天气较无稳定，常常像即马熊熊落大雨，无细日可能会压甲澹漉漉。不过，阿虎姐姐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妈祖庙啊？而且你还带了好多东西。因为妈祖娘娘的生日要到啊，要来甲庆祝。乐乐，你敢有注意到，每一当妈祖娘娘的生日，定定拢是落雨天，所以阁有留来一个传说故事哦。故事，我最喜欢听阿虎姐姐说故事了。传说，这个时阵定定落雨，是因为妈祖娘娘甲保生大帝两个人咧冤家相斗。啊，这两位神明，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呢？是安怎要冤家哦？我嘛无啥清楚呢。也是等者拄着妈祖娘娘的时阵，我来甲问看卖。阿美，你嘛来哦？当然啊，我是妈祖的马将呢，马将，就是粉丝的意思啦。吼今仔日是妈祖的生日，我哪会当无来？啊你咧？妈祖娘娘保庇阮讨海掠是拢平安，伊的生日当然爱来甲感谢。哇，妈祖娘娘是受人尊敬的神明，每一当伊的生日，拢会有足侪信徒做伙来庆祝。妈祖娘娘，这是我家己种的水果，足甜足好食的哦，送互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多谢你。妈祖娘娘，这是我家己感觉最好用的胭脂，送互你，希望你逐工拢遮尔水，像今日啊天气遮尔热，我这拢袂过去哦。我一定会好好啊珍惜，多谢你。妈祖娘娘，这是伊来啊！哦，看起来要落雨啊！紧来等哦！妈祖娘娘，我无炸雨伞，那安尼我先来等哦。生日快乐！妈祖娘娘，这是我。哎呦，那熊熊落大雨。哈哈哈哈！妈祖啊，生日快乐！敢唔介意我送你生日礼物啦？我早就知影你会来找我，我已经穿好，咧等你啊。那呢，我就互雨搁较大咧。想袂到雨。保生大帝，今仔日是我的生日，我着莫甲你计较。你紧走，等你生日就换我哦。妈祖娘娘，是安怎保生大帝会无大步子走来遮变人落大雨？而且今仔日阁是你的生日，你太拢袂生气？这是因为其实我甲保生大帝伫遮做神明进前就熟悉啊。迄阵我叫做林默娘，伊叫做吴本，阮两个是感情真好的厝边。我会记迄一当。狗啊狗手指，倒面那真趣味。娘娘，你听，迄是咱细汉的时阵常常咧唱的歌。真的呢，是歌真啊，真正足古锥的。你无讲，我拢强要袂记啊。狗啊狗手指，转因仔真趣味。狗啊狗手指，以后我要嫁互你。细汉的时阵，咱真正足古锥的。是啊，大汉了后，咱四界去修行，嘛已经足久拢无见面啊。是啊，即马大概风影伤大，我拢会想办法保护迄寡渔民。搁有暗暝的时阵，我会想办法，互灯台火照搁较光，互渔船会当靠岸。感谢佛祖的保庇，互我会当有力量，会当帮助搁较侪人。
朋友，你真正足善良的。你最近毋是嘛真无闲？我听讲你救真侪人的性命呢。迄无啥啦，受到玉皇大帝的指示，做一个医生，有能力会当救人，迄拢是我应该要做的代志啊。那安尼，你今仔日约我出来，是有啥物代志哟？朋友，你敢袂记得咱细汉时阵有一个约束？你是讲？无毋对，咱要约定过，大汉了后，你无嫁，我无娶，咱就成做翁仔某。吴本哥哥，虽然我真介意你，毋好过，明娘，我嘛真介意你，你敢愿意嫁予我？吴本哥哥，多谢你。毋过，吴本哥哥，我即马想要做的代志是继续救较侪的人，互我的信徒会当平平安安。这才是我即马上重要的任务。吴本哥哥，你嘛有你的任务啊！你敢会感觉会当帮助别人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？这嘛是咱诚做生命的原因啊！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毋过，虽然咱袂当做翁仔某，毋过咱会当做伴，为理想打拼，这嘛是对人民来讲上好的决定。是啦，你讲的完全拢无毋对，咱着继续做好朋友。明娘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若是拄到啥物困难，一定要甲我讲哦，我会随出现，甲你斗相共。一定。哎呦，我听到有人咧喊救命，我先来去啊。其实，甲吴本哥哥拒绝是有淡薄仔歹势。啊，对啊，伊搁过几工就要生日啦。最近天气遮热，无就用我的法力来烤一阵风，互伊甲伊的信徒会感觉较凉，搁爽快。保生大帝生日快乐！保生大帝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阮兜囡仔的病拢好啊！这是我传的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保生大帝世界救人，有够缘投的。多谢大家，感谢恁来遮。哎呦，今仔日天气真热，大家啊爱加啉寡白滚水，无会着沙哦。多谢保生大帝的关心。哎呦，起风啊！一定是因为保生大帝惊咱伤热，才会做花吹风，互大家较凉一寡。毋过，你敢会感觉这阵风怪怪？对呢，这阵风，哎呦，哪会安尼？愈来愈强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我要徛袂牢啊！哎呦呀，我的毛啊，强要互吹起啊！哎，对啊，保生大帝无啊，互风吹去啊！免烦恼，我会帮你捡。你看，保生大帝的头鬃，哦，一撮一撮拢白头鬃呢。原来保生大帝一直拢伫无啊，是这个原因。哎呀，一定是为救人的压力伤大，才会安尼啦。对啦，嘛是。保生大帝一直拢咧救人，伤辛苦啊，无怪会发白毛。哎呦，最近想要染头鬃换心情，原底想要染金毛，却染做一块一块的白毛。明娘，你伫遐创啥？海啊，平常时惯势伫海上对抗风影，无细日伤大港啊！哎，那是你啊！歹势啦，吴本哥哥，我毋是挑工的，歹势啦，吼！想袂到竟然是你。哎，不过伊拄则讲，伊毋是挑工的，也是其实伊因为介意我，搁歹势讲，而且无想要互其他人离我伤远，才舞即出。啊，最近明年的生日得要到啊，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来甲试探。今仔日天气伤热，我来送一寡雨，互恁较爽快。歹势，保生大帝，顶摆我毋是挑故意要。哎呦，伤大力啦！我拢已经讲我毋是挑工的啊，你搁安尼对待我，你实在是真超过。
就是因为安尼，阮两个拢无想要认输，才会逐当拢伫对方生日的时阵，甲对方斗气。不过，这实在毋是我原本的意思。原来是安尼，无怪拄则宝生大帝会走来做法落大雨。是啊，心仔想起来是有淡薄仔无应该。是安怎？你无爱甲伊讲好清楚就好。我歹势啦，而且伊可能嘛无想要听我讲话啊。那安尼，我来甲你斗3工。敢真正会用至？无问题，交互我。宝生大帝，宝生大帝，你稍等一下。你有啥物代志？宝生大帝你好，我叫做阿虎。今仔日是妈祖娘娘的生日，毋过信徒送伊的胭脂甲果子，煞去落雨啊，甲淡糊糊。敢袂使请你莫搁落雨啊？哪有可能？大概我生日，妈祖拢来乱，我是袂认输的。而且吼，旧年伊搁甲信徒送我的花吹甲乱七八糟。我知影，我拢有听妈祖娘娘讲啊。那安尼，你搁叫我爱放伊煞？但是你原底敢毋是真介意伊？你哪会知？我安怎知影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妈祖娘娘讲，迄一当你生日，伊毋是挑故意的，是因为原来是安尼，是我甲伊误会啊。是啊，而且妈祖娘娘阁讲，伊其实真想要甲以早同款，继续甲你做好朋友。其实，迄一当我嘛有做毋对的所在，我毋是挑工要破坏伊的生日的，我无说伊，互雨落甲伤大，阁歹势去会失的。我想讲，互雨落较大咧，就无人会当接近伊，嘛就无人会当甲伊追求啊。我安尼伤自私啊，真歹势哦。其实我嘛有做毋对的所在。既然有误会，就像即摆安尼，甲对方讲好清楚，就无问题啊。生气的时阵，定定伤冲动，讲毋对话，做毋对代志。若是当加为对方设想，好好听对方讲话，无的卡一切就无代志啊。那安尼，好，以后我找风会较细致咧，互你甲你的信徒拢会当感觉凉佮快活。你的生日人多搁闹热，一定真热。我就伫你出门之前落一场雨，互大家较爽快。狗啊狗手指，转因仔真趣味。狗啊狗手指，以后我要带着你。你看，是彩琴呢，足水的。这是我今年送互你的生日礼物，你敢有介意？既然恁和好啊，今仔日阁是妈祖娘娘的生日，双喜临门。那安尼，我来唱一条歌送互恁。一个约定手牵手，两世人的好朋友。三句笑开流目油，四蕊闪烁的目睭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箍。咱的秘密心内想，狗啊狗手指，转因仔真趣味。狗啊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狗啊狗手指，转因仔真趣味。狗啊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即马我甲乐乐来教大家这条歌的台语。约定，约定，约定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眼睛，目睭，目睭，下雨，落雨，落雨，盖印章，转因仔，转因仔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敢拢学会晓啊？咱搁来唱一摆这条歌。一个约定手牵手，两世人的好朋友。三句笑开流目油，四蕊闪烁的目睭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箍。
咱的美美心内想，狗仔狗手指，长音仔真趣味。狗仔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狗仔狗手指，长音仔真趣味。狗仔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一个约定手牵手，两世人的好朋友。三句笑开流目油，四蕊闪烁的目睭。五六七八九十空，咱的美美心内想，狗仔狗手指，长音仔真趣味。狗仔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狗仔狗手指，长音仔真趣味。狗仔狗手指，做伙唱歌哆来咪。妈祖是台湾真重要的信仰之一。每一年妈祖生日的时阵，足侪所在拢会举办绕境仪式、绕境仪式，让妈祖娘娘来到人间巡视。有的所在信徒会软脚骹转照地，就是规定人摆甲长长跪伫涂骹，妈祖娘娘的神轿为因的面头顶滚过，就代表妈祖娘娘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哦。妈祖娘娘，如果庙里一次就有超多人来跟你许愿的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如果有很多人的话，我们就要依序乖乖的排队，互相尊重，千万不要推挤哦。嘿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小行星乐乐 TV 台语剧场哦。